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肖向荣，真欢喜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肖向荣，真欢喜为您服务。小姐您好，我家外面的噪音啊，震耳欲聋。小姐很好，我有看到背嘅噪音，吵耳吵屁。小姐很好，我有看到背嘅噪音，吵耳吵屁。已经吵到我全家人都没办法睡觉了，可以请你帮我反映吗？吵到我规家人都无法度睡木咧，是得请你同我反映我。吵到我规家人都无法度睡木咧，是得请你同我反映我。当然没问题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呢？我叫彭满妹。当然没问题，请问用谁称呼呢？我是彭满妹。当然没问题，请问用谁称呼呢？我是彭满妹。彭小姐您好，请问是什么样的噪音呢？彭小姐很好，请问是哪个种嘅噪音呢？彭小姐很好，请问是哪个种嘅噪音呢？我们家外面正在铺路，我能有看到背当头铺路，我能有看到背当头铺路。现在已经半夜时段了，还在进行施工呢。这下几间半夜还头施工，这下几间半夜还头施工。这是施工噪音，立即为您通报给环保局稽查大队。这是施工噪音，马上为您通报环保局稽查大队。这是施工噪音，马上为您通报环保局稽查大队。先跟您确认一下地址在哪里呢？先同确认一下，住所在哪位呢？先同确认一下，住所在哪位呢？我家地址是享学街6巷8号。我有卡住所是享学街6巷8号。我有卡住所是享学街6巷8号。享学街6巷8号。是的，享学街6巷8号。嘿，享学街6巷8号。嘿，好，彭小姐跟您核对一下，您反映享学街6巷8号。好，彭小姐，同核对一下，反映享学街6巷8号。好，彭小姐，同核对一下，反映享学街6巷8号。有铺路的施工噪音，希望环保局这边去做稽查。有铺路的施工噪音，希望环保局那边去稽查。有铺路的施工噪音，希望环保局那边去稽查。对，谢谢你哦。罗兰罗兰请问一下，您方便提供联络电话吗？请问一下，方便提供联络电话吗？请问一下，方便提供联络电话吗？0123456789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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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处理完后，需要稽查大队人员回电或发简讯给您吗？请问处理了后，需要稽查大队人员回电或者发简讯本人吗？请问处理了后，需要稽查大队人员回电或者发简讯本人吗？
好啊，再麻烦回电给我。好，嗰再麻烦回电俾我。好，嗰再麻烦回电俾我。是的，这边立即为您处理。最后，请问彭小姐，需要记录案件编号吗？嘿，贴片马上为您处理。请问彭小姐，需要记录案件编号吗？嘿，贴片马上为您处理。请问彭小姐，需要记录案件编号吗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唔是，冇关系。唔是，冇关系。已经为您完成通报。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吗？已经为您完成通报。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是在为您服务吗？已经为您完成通报。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是在为您服务吗？目前就是这个噪音问题，麻烦你了。天下是系那个噪音问题，麻烦你了。天下是系那个噪音问题，麻烦你了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您的来电，再见。好，冇问题，罗咱也该来听，将来了。好，冇问题，罗咱也该来听，将来了。